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来呢个节目。今晡日同大家而家提防了，嘛个提防咧试探，可能吼天时机前面个乡亲们咪讲，哎呦，家提防还是动倒白咧。不过大家对家家提防个认识系咩上，大家上嘅，是又山又水，大家要了解改变个生态。嘅豐富，可能超過你嘅想象哦。今日大家咧了解了只有意思嘅地方，嗬，大家咧分享你今日裏邊其實係讀改編，而只地方有只而家空間，你講藍色小屋，嗬，藍色小屋嘅創辦人李立興先生分享。大家好啊，我都未有啲來，即大家全部喺愛三角台啦。三角台，對，三角台。我說基本係講分享三角台欣賞，我樣講啦。係咪嘅？係講反映三角台先生來呀，福起來同大家見面。真勁嗬，感謝感謝。其實有青島嘅鄉親們知道講，斯坦呢個地方嗬，很多人都去過。青島你去過，去嘅時間會知道嗰邊嘅風景清好，嗬，會知道都得看到山嘛，因為那個部分嗰地方有青島嘅山。係，不過可能有青島嘅唔啲哦，那邊的生態可能那個豐富超過你的想象。所以那邊有一個地方藍色小屋，我們現在好好請一下三角台欣賞的講一下，那是一個有一個地方，有一個空間。我先來講個斯坦的位置的問題哦。比如講，佢喺到太湖嗰個南莊中間，大家全部東腳溜下個，注意南莊老街了。希望就買食。我注意太湖雜草莓，雜吃鋪嘅，也都經過一下就走得嚟。好，其實我個地方係。台山線最浪漫的一段，應該最愛見到嘅。哦，喺斯坦嗰邊哦，因為佢喺水源保護區嘛，後面嘅水庫喺淡高啊，所以佢當到經濟嘅開發全部冇辦法，所以嘅經濟就很慢啊。將來到你剛你家都想，呀，生態安好，可有辦法。促進一啲嘅經濟嘅發展，係一樣想做嘅事情。各位，我見過嘅咩地保用嘅東西哦，但是就會盡量用較環保嘅東西，譬如講地保做嘅，佢做嘅係砧板回收做出來嘅。係砧板回收做出來，都這種都係二手嘛，對不對？他講二手。佢等呢哦，當到做一個嘛教堂地保，教堂地保。你買嘢種下來，我拿咗嚟用。我聽講其實你地度嘅中風有青島係用當地的竹子，是不是？黑美也有按用在地化給結合。有，我做嘅我要做一件玻璃屋啊，單個通風部分嗬，係用當地嘅規則對咗通風嘅窗戶嘅邊邊，提下你它結合當地嘅東西。講到一邊，大家會知道講，那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空間？其實簡單講，有就會講三角台欣賞的改編哈，其實有做很多的事情，比如講你改編有青島的活動，比如說生態導覽，對不對？所以在那個，我們可以說找一個基地啦，就會找一個秘密基地給港狗的改編，然後你做了很多一些跟生態有關的事情，可以做這樣講。嘿，做得，然後就，譬如講還有做個生物文史的調查工作，譬如講我哋啲用野味，我哋以幾年嚟看下來，有超過150種。台灣380種。380種，唔過還有40%嘅啲斯坦用野味也前面到。哇，所以那邊真的很豐富誒，你想可能有你說200多種，300多種啲台灣。比如說你這片已經有找到150種，對，你看幾多哈？唔單止還有用鴨嘅，還有買東西嘛，比如講，幾多咧？太多了，太多誒。嘅植物部分我哋有差唔多差唔多250種，各位蕨類40種。
而且有东西有会结，结的蕨类，木竹就靠唔到，丢丢的嗰种。丢丢的跟东西哈，有些蕨类哈，它赶紧会煮蕨类给抽一来生，不过其实鸡片你有发现更多的那个植物的种类。好，古时候其实供一来鸡片的生态可能会超过大家的想象。其实那边的环境也很漂亮，环境清洁。嘿，对对对，有古道，对不对？哦，蓝色水屋的周边哦，有4条古道，4条可以行路的。你去家行过去道边的古道？应该算啊，我从北边出去。从北边你就会。三铺给时间就会去行给古道，你清有意思嘅，因为蓝色小屋周边的古道青岛，古说其实有青岛跟熊青培，会讲看天是有兴趣，所以去都给别人去走那样的古道。那我为什么爱用讲的嘛？因为有青岛跟古道，有青岛跟你就是观光客会去嘅地方，对嘛？他观光客太敢去行了嘅时间，不过台湾清有意思嘅地方，有青岛你唔低嘅地方，那种我们说秘境那样的古道，其实你走起来那种感觉不一样。有一个古道叫做268古道，系冇？嘿，268，有的年堂有一块块，那我还是那名。对，这是哪里？其实一条古道头摆喺日本时代哈，今年冇乜喐嘅咩，有北边嘅鹽吼，做來很石潭嘅仙山，求鹹水。求鹹水用嘅，紙片嘅路，特別依家天満宮做騎火把送伊哦，也幾條路冇人用行嘅咩，從冇嘈查你話都送伊嘅，幾條路係因為行起來就動有客家山村的味道，真的，佢本身有香角嘅，係行到香角嘅前面有，特別有2間北宮咩，可是有6位北宮。好，搭只北宮地方就有3只北宮到地方。因為按貼片哦。因為幾多年從外移嘅咩？喺山東大家都唔慣，慢慢地移出來。移出來北宮又冇人拜，叫條兵到鄉下來拜。古時候就會按用嘅演繹，古時候同嘅北宮氣種鄉下把北宮擺在一起，對不對？然後，所以那個古道這樣子走一趟下來，要幾多嘅時間？慢慢地順登河巴慢慢行上去哦，差唔多來回。差不多80分鐘就來，80分鐘就來。會會青煙冇，比如講熱天香嘅，嗰種有樹誒，有樹誒，風景又好，空氣又好，可以夠水。有做的有河巴，嗰種你行給古道還有河巴。對，也河巴上去。給268的名字是你自己取的嗎？對，意思就係2隻北宮廟。哦。2個廟6隻北宮，嗰係路係8字形嘅，山谷。好有意思哦，意思就係講你唔會沖走啦。唔會沖走，太港亞看到嘅圖片其實吼是感覺它就是手繪嘛，對不對？這是誰畫的？就會你。呀，唔係，我女朋友畫嘅。我冇辦法。你冇辦法，冇用嘅天賦，唔過路是你發現，對不對？對，你懂講嘛？這條路有梯田的感覺，對，有梯田的感覺，好棒。佢頭擺都嘅268旁邊還有都嘅周字誒，周字嘅。做個幫大家整理一下，同大家都整理一下。古時候簡單講，就石潭嘅地方有一個藍色小屋，藍色小屋附近有很多的古道，其中一個268。2間北宮廟，6間北宮，8字形的路，所以這是3個太形上命名的。所以你也帶了很多生態的地圖，怎麼生態嘅梯圖，對不對？這些生態嘅梯圖都會你發現給你研究的，然後把它畫起來。因為有啲位梯圖會公開，請人來做嘅，其實冇行一兩擺就圖都畫出來啊。假如這個圖都會行哦。可能會創造，佢變種冇乜嘅堆啊，按唔一樣哦，就放到很仔細啊，這個慢那插入我就照你，看一下，從你北清楚，路合同那裡。古時候按用嘅生態地圖，迄個許多藍色小屋有可以取得嗎？可以吼，迄冇就按用看睇幹嘛唔得。古時候許多藍色小屋，迄個取得按用嘅生態嘅地圖，你照的這樣子的地圖就唔會沖走。就較好，絕對唔係。我嗰就當佢用天花帶嘛，本來。當對有天花。古時候迄個你都嗰邊去有了解時間，迄個你真嘅不小心沖走嘅時間，就大天花本3個太形上。
李业兴大哥吼，李入兴台个，希望就打电话讲，嘿，三九台成长的呀，从前我们救爱好无，爱用遐做地冇？做得。做地吼，不过真有意思嘅地方就係大家要知道講，第一個片嘅按三條嘅環境地圖吼，有間木嘅叫藍色小屋，唐會青浪漫。不過其實真奇怪嘅，佢係標誌嘅 logo 又係三九台，那大家有興趣係三九台嘅欣賞，相信有青島嘅鄉親朋友會知道講，好特別吼，為什麼會有按特別嘅名嘅吼，第一個片吼？咁當然吼，我們先賣個關子，不過現場有青島有意思嘅種。也圖畫也好啊，也係三九台嘅畢業也好，也係乜嘅三九台嘅 logo 啊，請定一下，其實係有故事嘅吼。所以請你嚟鄉親朋友先聊下，你等下就同你講。基本以前防疫做得有像三九台形成的都鴉片吼，真經你係嗌人生地度天敗吼。遇到朋友講佢係三九台有冇？第一藍色小屋地圖有冇？你看而家三九台嘅畢業，希望就係三九台嘅 logo 有冇？現場帶來嘅舊嘅東西哦，又係三九台吼，跟而家名嘅又係吼，到底三九台統有乜嘅年份咯？呀，三九台係嗌到讀太學家，係登山社嘅沙種取名。好，那你上網下睇擺係咪啲咩？上個淡水讀書啊。佢行到去美麗嘅山咧，用地路，就佔到捱去高嘅山咧啦。佢喺度帶路啊，有幾差年按到怎麼你唔識，怎麼都唔明。當強啊，捱到看到嘅遊覽車等下噃，數假嘢啦，他可能捱輸啲，其他看唔到。其他沙種都講，哎呦，三九台嚟咯，三九台嚟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機緣口一次，然後。你去感也很喜歡三九台，係嘛？應該按樣講，你要可能吃到佢請定一下就會按用你。對，衝嚟講啊，衝嚟講咯。你樣講，我同你講，我係請講三九台吼，因為我對動植物很奇妙我要花很多力氣才能認識它們。不過我可能係真點請定一下，有嗎？比三九台還要定一下。不過這就是一個緣分，對不對？我覺得很有意思。其實有青島同三九台嘅故事哦，等下一個有時間再有大嘴鼓吼。不過都鴉片我會同大家來紹介一個清有意思嘅東西，係乜嘢東西呢？就是教遊戲。很有趣，因為廿幾年公司開發吼，台灣啊，後生人親自行到咩桌遊，大家就點嘛，有青島嘅人要去德國買青島嘅桌遊回來。不過大家可能唔知哦，你自己有發明一個桌遊，對，而且還申請專利，你很愛玩就是了哈。來，我們好好介紹一下，呀桌遊很用呀桌遊簡單講就係，我就會同。先點準備嘅生態文史對種到地方，模擬整個村的真實的，譬如講同歷史不用落去好，地方有當地歷史的發展，譬如講地方看到嘅，南塞夏族，各位有叫馬偕博士來了，接下來又有個黃蘭球，好，其實那就是我們在地的歷史的走線，那其他就會一大位有位生物，譬如講看田浪狗位。田南狗有妖婆，好，佢下邊地話看到有有個冇邊樣狗嘅，你加邊啦。佢大地話樹叢地波三九台出嚟了，好，佢水地波又係有喎，水地波有3連嘅，好，從邊個遊戲地波嘅。所以佢模擬一張整體的生態，對生態環境。剛才模擬搞按用嘅桌遊，要壓力青苔嘛。一般你搞桌遊就會不用輕鬆，有時候會動腦嘛。唔錯，唔過你就說係一種娛樂。會唔會搞玩你的這個桌遊覺得好累，還要記好多東西？唔是哦，唔是係嘛？係呀，桌遊啊，從小學搞到大學，怎麼可以搞？都做得。係，因為我有實嘅唔同嘅搞法。深淺度我嘛。錯，像我鴉片有青島嘅胸片，我就知道個，為什麼要有這個胸片？像你要貼一種嘅胸片，也還賣東西。也好發很多腰角嘅。腰角嘅，唔知做乜咁多腰角啊？真係唔知。腰角嘅知名嚟看啊，就有隻角會翹起來。啊，有個角翹起來。係，而家頭拿蛋糕用。頭頂有一個。平常裝頭拿蛋有一個小小的角，觀眾朋友有看到嗎？你看佢嘅木柱，佢嘅頭拿蛋糕有一個尖尖的，對，後來加住有會擋起來，有擋起來，
所以他把你还给邀稿，邀稿，像这样的东西，你就被塞给赌给桌游底度，嘿吗？嘿，哈哈，蛮简单哦，也只是认识这个，蛮简单，也只是认识这种邀稿点点，可是甲对面嘛个，对面佢同好师咧，你夹的，你夹的。你夹，哎呦，这样是哈嘎巴教学就会很容易。给食物链了，就亚种牙黑黑嘛。嘿，你叫佢同头种啦，也其中一种。其中一种。一种就是带链的，带链的。哎呦，他把看几个脖子，这样几片有一个链子。嘿，也看家做诶，咕咕咕有嘛？你还会模仿哦？不会啊。那你再试一次。咕咕咕！你确定哦？你真的偏泰嘎哦？就亚仔，就亚仔吗？就亚仔。顾寿兄，泰嘎看到2张这么漂亮的胸片，都是你拍的照片。对，全部。然后你把它设计底给桌游底度。对。哦。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有一些抽象，从毛兄讲，哎呦，爱用玩游戏又可以认识，自己玩过一遍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呵呵，不过我们等一下还按用眼，像亚，你说这个。哦呀。太油婆。台油婆这个我就知道了。对哦，这是嘛个你嘛？你是嘛个？安迪。对哦。看哪部？看哪部的照片？吃什么？应该动强的东西啊，重的呀，重的。黑美食呀。嘿，这是呀，那强杀。好恐怖啊！真等人讲。这种台油婆专门是呀强杀。所以你跟意思讲玩你的桌游，做因是按用嘅东西，对，做的做因是按到嘅动物，对不对？公司菜班啊，基本有6样嘅时间啊，看到呀相片啊，真挺清强，因为我从小就很怕傻按用嘅东西，而且你照片还拍这么好，这么清楚，所以古时候你就被捅太感了。所以这种感觉哈，我听三票他形象讲我有一种感觉就会讲。你真的把安永跟神态融入到游戏里面，而且你很会讲解生物课程。刚才我就觉得有被考试的感觉，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些压力，不过还算生动，所以压力没那么大。唔會啦，大概教10多年了呀，冇問題啦。教喺專業前還有神奇的地方教4年咧。冇講嘅當奇怪嘅東西啊，冇太難嘅，佢冇好。4年嚟講。我帮你们弄啊。姑寿3個他現場是不是也有帶導覽？去加州導覽有錯嘛？所以喺講你去加州導覽嘅時間，就做啲伴來參加嘅人，不論係小朋友也好，也係爸爸媽媽也好，就做啲認識按到嘅東西。對不對？你看，做也可以走古道，又做啲認識按定人講嘅有冇？誒，總得個按定嘅，喺愛去加清講啦，又做啲認識按用嘅很豐富的這種東西，就是比如說像鳥類啦，對不對？然後或者是植物人文的東西，都做啲認識。一啲不要動獎誒，有啲會動獎哦，有啲會。將佢很多孔雀親家的啊，嘿，你看這個名字好長，元素，有個 set 哦，跟你用壓嘅哦，有 set 就將孔雀用啊，哦，幾個 set 將孔雀用，對，其他很多孔雀親家。像那個東西，泰嘎會知道講，那個就是在獅台那邊看得到。其實別的地方，可能沒看得到，可是有生態好的地方，生態較好的地方，破壞的地方，將來最後地方中間有啲東西哦，係。人為的影響，你遇到一下環境裡邊哈，假如用東西過頭誒，對，譬如講一條河壩誒，有時會有啲垃圾，會走裡面，廢水會走裡面，嗰條河壩搞佢可以吸附這些髒東西的話，加好，水就更加強，可是一旦過頭㗎，就超過它的範圍㗎，佢就會壞的。所以啊，遊戲裡邊要模擬啊人為的因素放在裡面，太棒了。懂得環境的因素在裡面，有100項。有100項。對，環境議題，環境議題，你想會多啦，比如講地球暖化啦，呀最近呢空氣唔好 ，PM2.5的問題，對，全部都在裡面。對，有這7種。那你這套教材好適合，我知道泰嘎都適合，不過也很適合欣賞帶到學校低度，對，同學們來玩遊戲。泰嘎學習按你嘅東西就唔會知道很枯燥、很乏味，因為泰嘎會知道係玩遊戲嘅感覺。就這樣講哈，這就是我們的目的了，係冇？係目的到企圖心就按容易，哈。所以其實按用嘅東西，你也可以落實到真的變成一個實境遊戲給大家玩。其實人家都遊戲哦，有拿苗栗縣的文創認證，其中一張係商品認證哦，是，就商品嘅冇乜嘅，第一張係乜嘅認證？實境導覽，那當然請
桌游底部的东西。哇，好棒！因为当到桌游全部假的，对，全部虚拟的，人都游戏哦，全部真的，全部亲密到。很有意思呢。因为大家想看呢，你第一幕下教给桌游的世界，其实就像欣赏讲的，那都是虚拟的，对不对？买房里面还可以买房子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看游戏啦，看嘛该用的游戏，还可以有没有打打杀杀啦、过河啦那些东西。不过按用给桌游，你玩了之后，你就跟同学讲哦，其实也是真经哎，黑共你有兴趣，我可以带你到现实的生活里面去找。对，就当然也今天全部请得到。全部请得到，黑共请不到就找3狗大老师，就会请得到，中嘛哈。对，就可以找得到。其实乡亲朋友哈，其实今日绕墙头，理解3个太欣赏的都鸦片同大家的分享。其实大家有发现冇，讲来讲去就会讲，改变给生态导览，生态还挺丰富的。我们其实借由暗涌给游戏，就是要让大家珍惜暗涌给执念哈。还有嘛个神奇的东西嘞，聊下，等下讲来。曾经防疫周队有这种3Q台欣赏哈，虽然说是3Q台欣赏，不过还是要强调一下是李老师李叶兴大哥，希望大家不要唔记得，不过3Q台较好记起来，较好记哈。那一开始你有讲到青岛给生态的好处上一段节目讲到可以玩游戏，但我手上拿的就是这是。桌游的卡对不对？说明这里面的，说明那里面的公园底部的东西，很麻的东西，关于生态的内容。我个感觉会按用哈，就算你没有玩游戏，光看这个卡哈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课外读物哎。对啊，哪个感觉会按用你不将将来讲，真的认识这个生物，还有它的关联。真的，比如讲像这个第1章就看到我给公司采访，给阿里去青苔，你看这张上面就会有图片。对，就会有照片，然后上面就会有某种给秒哎，对，然后下面还有文字的解说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这都是你弄的，都是你精心，你没给，你都会加入生态的观察内容。对，所以姑说像这样子的哈嘎巴你都没够，不呀，哦，像那这一个图片，我靠你亚总给土哎，你讲一下亚总给土哎给，就是有搞的。优狗哎，好，优狗的同学就会，就是可以，所以可以学到中文，要做在好多哈嘎发。可以，好，赶快来看一下第2章，这感觉上在玩那个扑克牌有没有哈？这个呢？给太优跑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拿的太简单了一点？你可以请你包没有？好，我来再来1张一下。这个看起来非常的惊人来，本雄心朋友太搞了可以嗨哈，也还买东西喏的。呀，他搞放很多粗批虫，可以给外来的。一种黑黑，米专门是给龙眼啊、荔枝啊，我做无患子的给有福类啊，有福类给种东西就最好。可以那种那个来外来种。是，加个喷咖粗皮咖，我很严重被喷到个皮肤会变糊啊。碰到木竹干嘛我看不到。好，最后一张因为这太多了来，亚种你看亚种嘿，亚种都水蛹米，蛹米，水边呢，蛹米是蜻蜓，对，要水蛹米是豆娘，是豆娘。所以大家有吃到个嘛？你看到你搞按用给游戏你就有按用给卡片，错吗？你就做在真点，你看一嗨就做在音色按到某种的东西，你搞1边2边你的收获就青苔，而且不单单按用你还慢慢的从哈嘎发给东西融入进去，对不对？因地制宜，对不对？还有融入哈嘎发搞好，大概松枝游戏，美浓文化馆，加个。搞全部客语老师错，他就讲用客语融入客语教学，请来请去就请落来，反正转成来编下一搞给他的。好，对你来讲，按多年下来，你给感觉有没有嘛个学生的本意，请有意思给回馈？回馈本意，你给起到请有意思啊，请感觉。4年送那牙科，嘿，我就请压的有冇？这个不会地方下，我要拯救世界。谈到
他是上完课之后是不是松口沟黑之都以为拯救世界？哎，俺们黑暗勇也给感觉，有时候其实你在暗勇给环境低度，大家都知道会真相。不过说实在的，有时候一个晚上哈，虽然我就5滴哦，在这个环境就很习惯嘛。不过你要多接触之后，你真的你会慢慢的，你要从生活的点滴做起。对，珍惜我们，所以他想要拯救世界，黑猫。对啊，当时我说哦，这个我老师也在努力。唔系暗用今后，对于后生来讲，其实会以后佢长大的志业，对不对？叫暗用嘅习惯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上到？有上到，还有嘛亲有意思的冇？洗脚的啊，安尼啦，加硬告有冇？搞到还唔停啊！不停，有这么好玩？真的呀！好，永金朋友哈，其实真给讲起来哈，我们讲这么多，因为这个是游戏啦，真的你要亲自玩啦。你公司才怕冲改呀，还要亲来去凶工，会玩到停不下来。真的呀！难讲，有一只同我搞的事情，有一摆，山东的朋友哈，带个米莎的嘛，米莎就是那个客家歌手。嘿，我哋米莎高丫头。你家下讲带个米莎，有冇？想讲起码个四个东西，系米莎。我哋啊，冲过嘅，真厉害嘅米莎。米莎几摆同一只朋友来，佢会2张日本嘅。好，伊就来高丫。每个人也做得到。日本年。我看唔是也做得到。唔会用诶，唔会用诶。看图形就可以。哦。跟日本年咩搞到黑棍啊？最后把米莎用诶，用诶拿到也作用的嘛。用诶拿到。用我提翻2张唱片，就抢秒不来。值得啦！抢秒给充片，亮地系冇亮地抢秒给充片，帮伊在桌游值得。不过讲到呀，其实真有意思，嘿，桌游才真好讲。他家就会想讲，按有意思嘅地方，嘿，石潭因为有蓝色小屋，又按用嘅桌游，嘿，咩欣赏呀有推出嘛个包套嘅口场，有冇？有啊，可是我哋会。唔好帶嗰種動到年嘅，希望係真係來學東西嘅，唔係講嗰種來啊嘻哈乜嗰種，當然乜嗰種唔掂。好嚴厲哦，好嚴厲。平常講而家來個鴉片上去教啊，油料嘻嘻哈哈冇喺來嚇，而係真正上去學東西嘅翻譯係按樣嘅。好，嗰種你做啲簡單講一下口場嘛，可以口場一定有。包括古道美，有古道，做的应是古道。各位周边的生态导览。哦，也听说哦耶。各位改造有气质诶。他们改？生态导览就有气质啊。搞香草啊。哦。有种香草，有塔罗牌。应该女朋友。同你讲，也唔系气质，也系浪漫。浪漫对，浪漫。骨头就系气质，念文就系气质，生态导览没气质。唔过靠香草，你就会浪漫。嗰種嘅性感度有少女心吼。有啊。每一下。懂容易感動的心。懂容易感動，也就係吼真嘅。不過每一下如果要報名，我去哪位報名？用 Google 尋嚟都尋得到。啊 ，Google 尋，做明嘅講一下，比如打藍色小屋。藍色小屋沒做得。做得。冇做。蜥蜴唔是做得嘛？唔可以打石潭，可以加蜥蜴，應該就嚟得出來。做得，故說鄉親朋友，希講你有興趣去做有氣質又有浪漫嘅事情，又想去看風景，你就做得掃描去打掃描 Google 啊，你就打希講你打石潭同三角台是就做得青島遇到嘅資訊，地都有青島松口嘅資料，做得報名嘛，吼，做得報名就按樣嘅。我真係喺青島咧，喺青站到嘅考場，真的，一下嘅科技時代吼，青島嘅家長用嘅好就會較3C嘅產品，對科技的學習，然後看乜嘅遊戲。唔過其實係講有限有時間，還係會接觸我們的大自然。最後咧，每一下係唔係有乜嘅小旅行嘅同大家的分享？10月份嘅時間。嘅10月15啦，10月15啊，沙溪有辦嘅深度小旅行。一天。一天，也行程比較特殊，就會，譬如講，我帶上龍看生態，看啦，10點我做客家戲了。你說10點係早上10點？你估中你嘅生態導覽輕走就會去行係冇？嘿，過年我哋10點嘛，帶年頭去看客家戲，還不止呢哦。還有買？喺沙溪有學竹編。
竹编底部要种行灯板比较深。古说做的是行灯板，对，又好高，又好宽，又好色，还有客家八音都，每村子里面都会客家八音都会没了。烟草啊，全部烟草。古说也强用嘿，松苗去请子星做的保命，系冇？做的。冇保命做的是冇？我做唔全系做到的。唔係啦，你就會同大家嚟講，就會講，其實大家有規劃啦，就會講今年係講你有限嘅時間，10月15號，從某斯坦生態水里行吼，早上去走古道，去走步道，然後看客家戲堂白銀，還有嘅客家嘅行燈板好色，吼，哈，重要嘅事情你就得看到三腳台本人。本人會可以見到，對不對？一聽就會出來，三個他會突你去行聊聊啊，認識這片嘅環境，是這樣沒有錯。對，最後給你15秒，有乜解會講的冇？15秒，剩10秒。而家政府動作都會講要做浪漫台三線，而家動講嘅變態啦。第一，我們要珍惜資源。所以而家都要從人文開始入手去做。是真嘅。給產業發展不用都提倡嘛。感謝提醒吼，佢說到鴉片真言清感謝三腳台現場嚟到鴉片吼，佢講大家真言有限嘅時間咧，去到斯坦行聊聊誒，天下來咧，我嚟做認同了。